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言是：嫌官府出高贼，嫌爸母出阿里不达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官府律法若愈严，会软空芳的贼仔就愈侪；爸母管教若愈严，囡仔颠倒愈毋正经。虽往一句是官府，一句是爸母，毋过意思是同款的。敢若严毋是上好的方式。官府也是讲政府制定法律的时阵，应该以社会甲人民的利益为主，制定出合理又搁对社会有帮助的规定，予人民遵守。爸母要教示囡仔，嘛毋是一个命令、一个动作去限制囡仔应该安怎做。囡仔做毋对，也是做袂到，就用拍的，也是骂的。安尼囡仔的反应，若毋是超工甲你作对，就是变成你讲伊才要振动的咖喱红啊。所以爱甲囡仔讲做毋对的原因是啥，培养伊的独立思考，毋通出代志拢是别人毋对，安尼就真正是阿里不达，毋是款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